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7，诗篇143篇，早安尼讲：你是我的上帝，求你教示我遵行你的旨意。愿你良善的神引带我行平坦的路。三甲来祈祷，用良善的神引带我行平坦的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你的阳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信息到伫万世代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我要来高举你的圣名，因为伫天顶，你以外原有啥物人？伫地上，你以外原无所依赖。主啊，因为一切所有拢是你所赏赐，阮拢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我们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互阮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你是阮的上帝，求你教示阮遵行你的旨意。愿你良善的神引带阮行平坦的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